你好，我係 Gary，我現在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係位於天后站嘅維景花園。呢一個單位係 B 座嘅一個低層嘅單位，戶型係2房，由天后地鐵站步行到維景花園大概3分鐘就到㗎啦。呢一個單位一入門口，轉右手邊就係廚房，之後就再過嚟就係洗手間。洗手間企缸有明窗，入嚟呢邊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兩邊窗，空間非常大。景觀係望返住電氣道，再過嚟呢邊睡房，第一個睡房，兩邊窗有衣櫃，第二個睡房。